收睇澳洲生活頻道，我係 Jimmy， 我係 Alan。嗱，最近咧就城中熱話啦，咁就唔係關澳洲移民嘅事嘅，係關英國事。係咁最近咧，英國嘅政府咧就出咗個諮詢文件，就關於嚟緊咧移民嘅大政策嘅大改變。咁當中好多咧都係同移民入去啊、住嘅年期啊、英文要求啊、收入啊等等。佢哋目的咧就希望新嘅移民咧就能夠對英國有貢獻咁講。係咁，所以呢個改革嘅諮詢之下咧，其實最大當中咧好影響到咧就係一啲 BNO 啦。因為我哋香港人當然係非常之關心 BNO 究竟係點樣啦。嗱，咁呢個政策 BNO 特別呢個政策咧，就係我哋睇翻歷史，就係2021年嘅1月31號咧，就係正式推出嘅。哇！咁計落即係其實2026年已經有第一批嘅香港揸住 BNO 人士咧，佢哋已經合資格可以申請永居㗎咯喎。係啊，嗱，假設佢一開閘咧就即刻申請，就即刻搬入去英國住嘅話咧，理論上咧喺2026年，即係出年嘅1月底咧、2月頭嘅時間咧，佢就已經住滿5年就可以申請永居嘅申請㗎啦。哇！咁而家講緊咧就係因為而家呢個新嘅政策咧有2大點咧係最難度高嘅，咁咧就時間唔講啦，因為5+1係不變啦。咁嗰2條咧就係話英文提升啦，個能力由 B1 去 B2，另外咧就係嗰個年薪。即係話你要有收入。係，咁即係話其實呢2樣嘢先最難到大家啊嘛嚇。嗱，呢個係一個諮詢嘅文件啦，咁係呢個諮詢文件咧係維持咧就而家開始咧就係12個禮拜，計翻落咧其實係去到下年2月中就諮詢完結啦。咁然後咧聽聞咧就正式，如果真係落實嘅話，4月就開始實施㗎咯。係4月1號咧，應該就新嘅財政年度咧，好多新嘅政策都會嗰陣時出台嘅。咁如果假設嗰陣時真係諮詢成功到過到法案嘅話咧，咁呢啲就算第一批申請嘅話咧，都有機會俾人落閘喎。係咪啊？即係除非你係喺4月1號之前，你就夠鐘，你就即刻能夠睇到文件。係啦，所以點解我頭先咁眼明手快，即係要計一計第一批人會係幾時住夠5年，就係因為咁啦。喺佢4月1號生效之前啊，咁如果你入得到紙嘅話咧，就有機會咧就可以免除咗佢呢個提高門檻呢一個嘅要求啦。係咁當中唔知有幾多人就真係呢一批第一批啦。嗱，我睇翻啲資料就係其實係喺2026年咧下年咧能夠有資格申請咧係有92,000港人，講緊成年喎，係啦。咁到底有幾多人係 before 4月之前已經係合資格咧？咁唔知道。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好決定性嘅時刻，其實係咪啊？即係好緊張，因為都我擔心自己能唔能夠做到。如果唔係，否則嘅話，其實係你要真係睇翻要去符合新嘅要求，由 B1 去 B2 嘅英文水平嘅話咧，其實有一定嘅難度。嗱，其實咧呢個英文嘅要求當然亦都可以即係催谷下啦、訓練啦，咁而可以考得到啦。咁但係其實你唔好忘記喎，呢個收入嘅要求咧，其實係佢而家先話俾你聽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喺4月1號嘅時候突然間博取話嗱，你要有咧1萬幾千蚊一年嘅最低收入咁樣，咁我已經住咗呢5年啊嘛。我如果5年係躺平嘅，或者我都半退休，我都唔係真係揾到嘢做，或者冇揾嘢做嘅話，咁啊何來有呢個交稅嘅收入證明咧？係啊，同埋最大嘅一個問題咧，就係其實好多香港嘅朋友啦，過去嘅時候，其實可能頭一個時段咧，真係未咁快揾到工作。係啊，同埋就算揾到工咧，其實嗰份工都未必係一啲能夠可以即係達到嗰個標準啦。即係其實講緊咧，係每年要萬幾蚊嘅英鎊咧，即係等於港紙嘅12萬喎。即係話你咧係要起碼每一個月能夠有1萬蚊港紙嘅月薪喎。咁樣，咁所以呢度又係都係難度高嘅。係嘛？即係唔係咁容易去追翻我之前我嗰幾年就真係冇做嘢，就係冇做嘢。你就變咗咧，如果真係冇嘅話咧，就要從頭再去計翻數啦。但係佢呢度未 detail，究竟我一家個家庭計啊，定係個家庭 member 滿18歲嚟計喎？如果兩公婆係咪每人都要萬幾蚊收入先至計得到條數咧？定係還是一個 family 咁計咧？嗱，呢度咧就冇講啦。其實一個申請人啊嘛。咁你當然係講緊即係如果譬如話一個人嘅單位啦。申請人配偶咁啊，申請人啦，申請人咁多，配偶唔使做嘢都得，係嘛？咁可能唔理咁多啦。即係如果一個申請人一個配偶啊，兩個人加埋咁啊砌夠又得唔得咧？咁呢啲 detail 嘅咧就冇講到咁詳細嘅，我都睇過一次個文件，就冇講到咁詳細。咁但係咧，大家如果係真係住緊喺英國嘅時候咧，就真係要論清楚呢啲文件啦。咁因為真係冇做過嘢咧，就冇得翻轉頭啊嘛。咁如果英文嘅話，我今日我死挫爛挫，希望到4月之前，到我住夠5年嘅時候，可能我都可能有半年嘅時間俾我去溫習啊，去挫書啊，都有機會可以催谷
得到啊嘛，係嘛？係。咁你講開藏書，其實咧有冇概念咧俾大家知道就由 B1 去到 B2嘅 level 其實係點樣嘅咧？係咩嘅 level 咧？嗰個概念係點樣咧？嗱，我哋都查過啲資料嘅 B1 咧，大概等於平時日常生活嘅英文嘅要求啦，即係你買餸啊、去找錢啊、上車搭巴士啊咁嗰啲對話，普通嚟講咧就能夠達到要求啦咁樣。咁但係 B2 咧就唔簡單啦，咁有啲人咧就會將佢同英文啊，即係 DSE 香港 DSE 嘅英文嘅水平嚟到做一個比較，就大概係等於4星或者4分嗰個程度啦。係咁而以我哋即係所揾到嘅資料就話，其實呢個 B2 嘅考試咧，其實都一樣，好似我哋即係譬如我哋曾經考就係 IELTS 啫，都係有4科啦嚇，即係其實呢個 B2 都一樣係咁樣嘅，就係有讀啦、寫啦、聽啦、講啦呢4樣嘢。咁要幾樣嘢喎，即係要聽啦，要寫低佢啦，寫要作文啦，或者要同一個考官咧對話啦，聽佢講嘢然後對答咁樣。咁所以如果對於即係後生仔嚟講咧，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啲啦，係嘛？咁我亦都係即係出嚟工作或者喺而家現今嘅英文訓練裏邊咧，可能都應該幾好，都可以即係能夠應付得到。但係如果好似我哋啲老藝人嗰啲一心諗住過去半退休嘅話，英文又麻麻地，因為你入去嘅時候佢冇呢個要求對你啊嘛。咁到你而家你住滿年嘅時候，突然間嘣一聲話你要求要去到預科喎，係咪 DSE 4分嘅程度？即係等於 A level 嘅，其實係講緊。係啊，對佢哋嚟講係唔容易嘅喎，真係平時都係喺咁啞嘅啫喎。你去超市買嘢，可能特登就唔揀個售貨員啊，特登揀你撳機撳嘟嘟嘟咁就俾錢就算噶咯喎，未必係經常係好能夠同普通嘅英文對話嘅人咧係能夠即係好 fluent 咁講得到。咁咧佢呢個 B2 嘅要求咧，甚至乎咧話你喺職場上面咧能夠咧暢順咁樣同人哋溝通得到喎。咁所以對嗱，我有啲朋友咧，佢而家就住喺英國，咁佢咧就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咧，已經係諗緊，如果佢到時真係咧就實施要 B2 嘅要求嘅話咧，佢就打定輸數啦。佢話：我唔考啦，我就會翻香港就算，或者係翻大陸住就算啦。點解咧？你諗下，對於一個60歲嘅人嚟講啊，當係佢要去考呢個試嚇，個幾兩個鐘頭，咁啊全部英文嘅考試，對於佢嚟講咧，唔單止係英文能力嘅要求喎，仲要係成個人嗰個專注力啊、集中力啊，同埋寫啊各方面嘅嘢，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考驗喎。你唔好將佢話當係一個成年人啊、30歲啊咁嘅人你要去比較。你諗下佢一個50、60歲嘅人嘅話咧，對佢嚟講真係好大嘅挑戰。你唔好講話喎，即係你唔好話就唔係當30，就算30、40歲嘅人，其實呢一個考試就即係等於你想象下你以前中學一路讀一路考試，考會考 A level 而家 DSE 咁樣，你一路讀住 keep 住一路上堂上英文堂，你每日做 exercise 去應付呢個考試，你就會覺得呢個係綽綽有餘。但係對於一啲咧已經係脫離咗學校一段時間50幾60歲嘅人，其實講真，你話英文呢啲考試咧，就好似我哋考 IELTS 嘅時候，其實我哋係要補課補習學咩啊？學佢點樣考試嗰個技巧啊，要操卷喎。係啊，即係話我嗰陣都係要，即係考 IELTS 我都係要去揾補習老師，佢教我聽 listening 嘅時候聽邊啲去揾答案。其實呢個真係你要一路你 keep 住係揸住支筆，咁樣你先能夠叫手到拿來，否則嘅話你係根本上係好難嘅。所以點解我好明白你嘅朋友點解話哇，如果真係落實嘅話咧，冇辦法啦，真係要執包袱翻屋企，係咪？其實佢都幾悲傷嘅。如果真係去到呢一步嘅話，因為大早一開始嘅時候話俾你聽，喂，中門大開，邀請你歡迎你入嚟，我哋度成為一份子。點知原來你住夠5年之後就話俾你聽，山閘，原來要求你嘅英文要提升，升到一個原來佢接受唔到嘅程度，咁佢咪好無奈咁要打退堂鼓，其實都幾悲哀。係啊，所以呢一個新嘅消息真係帶嚟俾好多嘅而家正在英國嘅香港人咧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嚇。咁究竟即係嚟緊將會係點樣咧？諮詢完之後幾時點樣落實，或者真係咪真係落實咧？咁呢個真係要再進一步之後嘅消息先能夠知道啦。係啦，咁當然啦，除咗呢一啲朋友之外，亦都有一啲比較年輕力壯啲嘅入咗去英國住之後，亦都去揾咗一啲工作做啊，有一啲嘅收入來源嘅話咧，咁對於新嘅要求，譬如話個收入嘅要求啦，咁另外就係英文嘅要求啦，因為佢已經可能喺個社區裏邊面對好多工作上面嘅場景啊，好多英文佢需要講啊，譬如好似有個朋友你嘅朋友咁啦，佢都要做接線生喎，譬如咁樣，佢日日要接電話喎，好多個電話喎，仲要講好多嘅medical terms 喎，一啲醫學嘅名詞喎，咁同對方喺電話裏邊溝通睇唔
唔到個樣，咁佢都能夠即係勝任得到嘅話，咁對於呢啲朋友嚟講，佢咪會容易啲咯。我相信咧呢個新嘅要求呢個門檻咧，對呢班朋友咧應該唔係太大嘅影響。係啦，好啊，好啦。咁但係咁講到尾咧，而家都仲係一個諮詢文件，都仲未最後拍板。咁我哋都係期望嚟緊，當佢哋做完諮詢之後，究竟會唔會通過呢個政策啦？咁啊，希望呢個政策好似之前咁樣5年前咁樣保持不變，咁就最好，皆大歡喜啦。但係如果真係要落實嘅話，咁我哋係無奈接受啦。咁好啦，咁我哋呢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啦。如果各位觀眾你哋有你哋嘅諗法嘅，或者我哋歡迎你留言，或者就算你暫時都未諗到啲乜嘢都好啦，咁都希望你喺留言區俾個1字我哋啊，代表你睇晒我哋成條片支持我哋。好，我哋下條片再見。好，拜拜。拜拜。